Love myself a bit more, live a bit more. I choose me. 以前我覺得拍戲好遙遠，但其實只要願意將內心拍出嚟，創作都可以好日常。反而要喺呢個城市揾位置，承載自己嘅作品好難。去了很多不同的家。我嘗試帶住作品去其他地方，然後發現旅行就好似一塊濾鏡，可以改變你睇世界嘅方式。平凡嘅街角都可以係一個景點。其實只要有人願意停低，一個熒幕、一張凳就可以變成一個戲院。流動放映係一種自救，亦係一場我同作品之間嘅旅行。畫面內外嘅人不知不覺咁連結埋一齊。呢段旅程唔只係作品嘅延伸，而創作亦係流動之中繼續發生。只要肯為自己熱愛嘅事物一路行出去，旅程自然會展開。Your turn, gotta go your way.